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一姐。一姐，寒流报道超冷的，今天只有10几度哦，天气这么冷，我超怕冷的啦。晚上我们一起吃羊肉炉吧。一定要的啊！这么冷，不吃羊肉炉要做什么呢？其实你知道吗？羊肉炉呢，真的是补冬圣品，而其中羊肉就叫做永肉，永肉就是羊肉了。羊肉炉呢，被称为是补冬的圣品，因为呢，它的汤头里头是有加入醋油。醋油其实就是草药的意思，当然很多人爱吃羊肉炉，我也不例外。不过我更爱的就是羊油面线，面线就叫做面线，面线就是面线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句子呢，就是冬天吃羊肉很好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寒天是羊肉以后。寒天是羊肉以后，今天勾勾公哈发在冷冷的天气里面带你吃羊肉炉，补补冬哦。老板，我要1份羊肉炉，然后我的永肉要2人份的，小份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啊。阿姨在这里，坐。阿姨，我点了你最爱吃的永肉，就刚刚上那永肉很有名哦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我想先吃面线。好啊。哎，我帮你加汤哦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你们的汤很好喝哎，是不是有加臭油啊？有加当归、肉桂，还有这些甘草这些。哇，难怪这么香，很好喝。寒流报道啊，10度低温，这时候是一定得要吃这羊肉炉，暖暖身体，好舒服。真的超冷的啦，尤其我这么怕冷，吃羊肉炉呢真的还不错哦，可以暖暖身，哎，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了呢。而且高雄冈山的羊肉炉啊，真的是1级棒哦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，首先就帮大家复习一下，在冬天的时候吃的这个羊肉炉，羊肉就叫做永肉，永肉就是羊肉了。而刚怡姐提到了，她除了喜欢吃羊肉炉之外呢，也很喜欢吃的就是羊油面线了。面线就是面线，面线就是面线的意思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羊肉炉之所以冬天人人爱吃，被视为补冬圣品，主要是里面加上了醋油，那么这个就是草药的意思，草药就是醋油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句子呢，就是冬天吃羊肉很好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帮大家复习的是寒天是羊肉以后，寒天是羊肉以后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冬天吃羊肉炉，暖暖身，暖暖心。我们下次见。